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镜头首先带您看到高雄大树区的山坡地开发成光电厂，引发水土保持争议。大雨过后，当地山坡严重坍方，居民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酿成灾害。市府7度开罚却无法有效制止，勒令停工，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要求能源署撤销许可，终止开发。这放话啊，水土保持无好势啊，唔只系放伊，这个屯呢，你来看这差几条悬，是毋过头个讲上少起码阁有3号悬，你会较翕的，甲顶面遮上少差3号悬。啊，这个土现屯的无信嘛，一定会土就流出来嘛，对不对？啊，你水土的，啊水，安尼讲拢过，啊免哪过啦。数十公顷的山坡地只剩下一片黄沙滚滚，让人难以想象，这里原本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林。来到山坡地的边缘，可以看到，即使有做加固，但还是因为前几天的豪大雨冲刷，出现了严重坍方。虽然厂商已经紧急回填处理，但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该区紧邻着村庄。假如再遇到更加剧烈的豪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啊，大家也烦恼，无砖头的遮坐到时间来啊，前后落遐雨，大家惊到。拢规个老厝拢黄土啊！大家看迄景个较安。就反应就是无法度，就是无效。你搁像伊早头一日来迄做，迄头一遍迄阵是拢总无雨，过嘛过转冬啊，迄落一日落的啊，落一遍哦，规个路林拢总袂行进。迄是拢规个拢落雨霾啊，是拢袂行进呢。该处位在于高雄大树区的河山里，51公顷的山坡地被开发成了光电厂，整个山林地像是被光电巨兽吞噬一般。山谷地被大量的太阳能板寄生，水土保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水利局7度开罚，但是业者依旧是未改善。这次在以水土保持法第33条裁罚108万元，勒令停工，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要求能源署撤销许可，终止开发。他就到处放。啊，就讲讲啊，你也个破，希望都是最好是撤照全部停工啦。阮整个议员进啦是会使尽量撤照啊，莫搁做啊，唔当全部歹拢要对阮这就入来啦。啊，结果有发现多处不符合的状况，他的违规属于情节严重的状况，那所以我们除了说要求他停工之外，那务必要来进行改善。那如果在安全那以及相关的这个施工规划以及计划不符的状况之下，高雄市政府会要求能源署撤销它的营运许可。当地居民表示，大量的光电板也造成了该区气温升高，果农的农作物难以收成，苦不堪言。抱怨当初开发前的说明会有跟没有一样，根本是在欺骗当地居民。因为该案成立时间适用旧法案，绿人开发可以不用环评，导致了欠缺影响评估，才造成了这次的结果。这场说明会起头就是无公平。为什么？你甲问全部里民，你也为你惊阮砖头法案，或者里民大家讲。是暗暗联络放送，明仔载要开说明会。说明会时间就定一下是10点。一寡口知识口读册的人，你若爱读册啊上班啊，根本像阮这个都唔捌啦。是到尾期，阮会按张请教较捌的人，伊就甲讲：恁这个免加问，政府官员也是当面加问，为什么恁这场说明会有效？阮这是拢总规矩拢规矩。你即摆温度愈落来，阮的奶机要开花，无吼？要开花也可能较困难啦。你因为你油包爱超17度嘛，17度你即摆搁遮个温度拢提高了，你油包愈袂开花，到时损失的是阮农民啦。
大树河山里没有自来水，只能依靠在地水源当作民生用水。可以看到光电厂的排水工程直接在水圳上开了一个大洞，就紧邻着当地的水源旁边。除了豪雨会将大量黄泥冲进水圳当中，居民也忧心水源会受到严重污染。这是阮的水厂啦，即摆用安落吼，因遐啦，洗无面板有诶无吼，影响到阮遮的水质啦。因讲年久卫生是袂咧渗透落。伊讲就讲清水哦，你要逐工遐甲监督讲要洗清水还要洗油水，你讲知影？最好是拢停下来，莫做啊。铺设的面积高达17公顷左右的一个面积，那我们认为当时的这个筹设的这个许可跟当时所符合的相关的安全标准，应该再重新检讨。这场失控的山坡地开发，虽然目前已经被强制停摆，但居民期盼这次不要只是行政罚款就结束，应该对环境破坏画下句点，重新检讨制度与绿能推动的方式，才能够避免灾害再次重演。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大林埔迁村案由行政院核定，提供住商土地与规划安置地，征收区一坪换一坪。许多建商看准商机，接洽安置户收购土地，继续再以高价转卖或盖大楼，造成小港区房价与物价上涨。这让还没迁村的大林埔居民相当不满，拒绝迁村及负债的命运。为了加速大林埔迁村，协助经济部尽早完成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的报编，高雄市政府日前举办多场迁村说明会，强调一坪换一坪，让居民安心搬迁。不过，却有建商和投资客看准换地商机，纷纷接洽安置户，询问收购土地意愿，后续再高价转卖或者是盖大楼。最新实价登录资料显示，小港区预售案均价每坪31万，相较于2021年的均价19.7万元，4年来涨幅达57%。不仅如此，也带动物价上涨，让还没迁村的大林埔居民感到相当不满。现在小港的地价、房价还有物价全部都涨嘛，那我们迁去那边一定会再涨嘛。那你在盖新的房子，物价成本都已经涨成这样了，那我们迁村过去之后，我们还有负债呢。我家刚刚就是房贷缴完没几年，我又迁过去那边，又要还负债，那干对？你们政府既然要给我们迁村，你就要提出好的条件嘛。有些人满意的是因为说，他们比较有能力嘛，去外面买房子嘛。那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就没能力去买厝买地，谈何起啊？所以我们不是贪，我们只是要求说，我们过去不要有负债。讲赔少啦。要还换遐对毋对？是伊对毋对？你遐的时间叫阮就去遐甲你成果甲你换啦。本来是无讲条件讲100坪对毋对？换45坪，对毋对？阮还佫会用个考虑啦。即摆等于讲，遮赔阮1坪4万呢，阮要去遐换遐点遐1坪爱20万算。我像讲比较讲对毋对？50坪1坪4万，得4、5、20对毋对？纯从200万来讲啦，200万去你遐对毋对？换无10坪啦，阮遮50坪去换无10坪啦。你是要按怎样迁村出来，第一个他们拿到补偿费，但是他们一定会考虑要居住的问题，不管是租或买，其实都有一群的潜在的客户存在。那所以针对小港 B 地方，一定就会有一个大量的所谓购买或是租屋潮这样下来。那当然。人一多了，交易量一大了，当然房价多少都会影响。那另外，小港也有一些零星计划、工业科技园区的计划，所以当这些部落形成了，这些条件形成了，自然而然小港的房价也会跟着上涨起来。不止安置地的价格飞涨，大林埔迁村之后，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将会入驻，连带使得大林埔的地价开始走扬，也让地方民众相当不能接受。因为这的土地有可能进入到。以后开发了30几万嘛，31万嘛。你这个农地啦，讲征收2、3万块啊，上到6万块啦。土地14万7啦，实讲做无合理啦。咱讲真正，为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我只能愿意配合。但是50年前已经配合一遍哩啊。伊对大部你报啥？对原来人你百姓你报啥？50年继续要甲伤害这个人，我感觉爱善待这个人较对，毋是讲紧。我嘛知影要紧，问题是条件一堆，足侪物件拢讲无好势，气氛的问题还未解决，
拢在往到200,000、后3万几、后5万几、后6万几的。中油较早20-30年前征收到5万7啊，为什么到3万几的？我感觉这就不合理。虽然召开多次说明会沟通，大林埔居民也愿意迁村，让经济加速发展，但现实上的补偿条件不足，市府政策又一变再变，让还没有迁村的大林埔居民相当不满，也拒绝迁村及负债的悲惨命运。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目前正与自来水公司办理澄清湖接管作业，预计7月1号正式接管开放。近日到园区的民众也已经可以感受到明显变化，西岸道路重新刨铺标线，人车分流，增设行人徒步区，澄清湖将有不同风貌。进入澄清湖正门口，全新的柏油路面、汽车、机车还有人流分道的明显标志。近期到澄清湖的游客应该感觉到和以往有很大的差异。高雄市政府各局处为了接管澄清湖，正积极做各项准备。公务局到公处近日将澄清湖西岸主要道路重新刨铺，并依照交通局的规划重新标线，人车分流。马路重新都已经铺过新的铺面，然后一些步道也在整修了，还有环境也改善很多。这样子，我觉得对来运动的人很有帮助。道路上我们现在目前在刨铺，那就是从前门到后门整个主要的西岸道路进行刨铺。那目前已经做到中心塔那边，那接下来再从中心塔到后门这一个段路，我们等到雨势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或是停的时候，天气好，我们就会进行刨铺。那沿线我们也有针对标线由重新标位，那这个部分交通局这边有重新规划，整个有一个行人的专用徒步区。那这部分我们会配合交通局这边重新整个标会，然后也会设置护栏栏杆，让整个行人动线更加安全。以往开车民众进入园区购票时，因为没有临停区域，往往造成后面大塞车。市府也在大门入口处增加了缴费临停区，主要道路也增设行人徒步区，加设护栏，保障行人安全。市府目前正与自来水公司办理澄清湖接管作业，预计在7月1号正式开放。高雄市政府目前正与自来水公司办理澄清湖风景区接管作业中，预计今年7月1日接管开放。为提升澄清湖风景区游园品质，市府持续办理园内因山头的台风倒塌树木清理、植栽及环境绿园化整理，并办理园内设施、人行环境、车道铺面及停车空间等优化工程。除了 AC 路面重新刨铺标线之外，园区内的环湖步道受损路面，以及因为山头的台风倒塌的树枝，也都陆续整修清理。为了让民众能够更亲近澄清湖，松义路旁的围墙也在进行拆除中。澄清湖是许多5、6年级生小时候的户外教学景点，市府接管后的园区也将进行大改造，期待给高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全新的感受。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焚化炉产生的底渣，过去多被视为废弃物，现在透过技术处理再利用，已经能够取代砂石，广泛应用于公共工程。而高雄路竹掩埋场就设有全国最大的底渣处理厂，年处理量可达23万公吨，更成功减碳超过2000公吨，成为循环经济的最佳示范。装载机慢慢地爬上土坡，铲起的不是泥土，而是一块块烧得焦黑的物质。这些是垃圾焚化炉燃烧过后留下的底渣。作业人员们正在进行拆分作业，让这些看似废弃的黑渣，还能够转身为有用的再生材料。这里是我们高雄市的底渣自办厂。那焚化厂产生的这个焚化底渣呢，会经过我们的入料斗，再利用这个输送带自动的去输送到我们的制程去做处理。那我们往前走一点，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点，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要制程，它是德国产制全台最大的弹跳筛。那后续会再串联多道的分选破碎筛分的程序，它就可以产出2种不同粒径大小的焚化再生粒料。那这些焚化再生粒料后面经过检测合格之后，就可以提供给我们高雄市的工程单位做使用。这里是高雄的路竹掩埋场，设有全国最大的公有底渣处理厂，年处理量最大可以达到23万公吨。现场可以看到一座座底渣堆成的小山，正在等待进入后方厂房进行分类处理。这个右手边看到的这几座小山，就是我们的焚化底渣。
这些焚化底渣的来源是我们高雄市的焚化厂，它经过垃圾焚烧之后产出的底渣，这些底渣会先由焚化厂这边去做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会送进来我们自办厂这边来做后续的处理再利用。我们焚化厂产出的这个焚化底渣运到我们的处理厂，必须经过前处理包括筛分、破碎，还有筛选等等的前处理，然后之后还要经过水洗或者是稳定化或者熟化3种方式之一的一个处理模式。那完成之后，必须经过检验合格，达到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的再利用管理方式的一个标准，才可以运用在相关的工程材料。现场工厂的设备不断运转着，这款不断抖动的机具名为弹跳筛，透过持续的震动筛减底渣的粗细，并做过滤与分选，最终会产出粗细不同的焚化再生粒料。它们可以代替砂石，广泛应用在道路基底和各种工程中，大幅减少天然石材的使用率。好，这是弹跳筛设备，它是去做那个筛分的动作。上半程我们会筛出那个19加以上的，19 mini 以上的。那因为19加 mini 它是不可以成为产品的东西，那我们会经过其他的分选破碎的动作，再让它循环过一次。底渣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焚化厂产出的这个底渣我们可以来把它作为一些处理之后，可以作为工程材料的使用。那它的焚化再生粒料可以运用在各项工程的材料，包括控制性低强度的回填材料，或者是道路基底层的回填，或者制作成砖品或者水泥制品，包括像原石或平板砖等等的这些工程材料方面。根据环保局统计，底渣再生粒料的使用不仅可以降低自然资源开发，更连带减少了2462万公吨的碳排放量，相当于13座高雄中央公园1年所吸收的碳排量。焚化底渣的再利用，也成为了净零碳排重要的一环。工程材料的使用方面，因为我们必须使用到很多天然的一个粒料，包括一些砂石。那如果因为焚化再生粒料它的一个物理特性或一些土木特性，它比较跟天然粒料是非常相近的那在经过我们检验合格之后，其实它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程材料的使用。那在工程材料上就可以去取代部分天然砂石的一个比例跟用量，那这样可以去减少天然砂石跟粒料的开采过程产生的一个排碳量。现场还可以看到一块块巨大的重力砖，这些也是利用底渣回收制成，显现出高雄推动垃圾焚化底渣资源化的决心，让公共工程和私人建设更能够积极导入绿色循环材料，朝向永续净零的城市目标迈进。记者孙军高雄报道。碗粿是许多人从小爱吃的古早味，在三民市场旁的巷弄中，有间传承3代只卖碗粿的老店，不仅味道纯粹，复古的吧台座位也是打卡亮点。走进巷弄，在一排民宅中藏着一家古早味老店，隐身于三民市场附近，看似低调，却有许多老客陆续上门。至今传承3代只卖碗粿，内用座位更是少见的复古吧台，让人重温古早回忆。平常常来这家吗？对啊，很好吃啊 ，Q 啊，真材实料啊，都是纯米的，那也是用红葱头，都是自己炸的，全部都是自己用的。80年搬过来这里的，以前在盐城区，搬过来这我们是如果没吃过吃一次的他再会来。我们大概从8点开始，然后到下午1、2点左右。那如果越早卖完，就会越早休息。我们大部分都是常客比较多，住这附近的，对。然后那有时候就是有些来逛市场的，看到也会顺便买。淋上特制酱油膏，加上一勺经典菜包，这碗每日现做的碗粿，可是3代老板从小吃到大的早餐。软 Q 的口感中带有淡淡米香，搭配底层鲜甜软嫩的肉馅，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我们这边的只卖碗粿，然后我们都是用纯米下去磨的。对，然后像一些肉燥啊，然后厂的时候也都是自己做处理。我妈妈还要特别去腌过，所以吃起来会比一般没有腌过的肉吃起来比较不一样。我们的碗粿的话，它就是热的时候它会吃起来比较软，
然后冷掉之后会变比较 Q。一代传承一代的美味，透过一碗蛙粿，化作城市巷弄中最真实的文化记忆。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接着带您看向台南，台南安平一家老字号水煎包近期在社群爆红，因为店员上身只穿一件无袖内衣加围裙，秀出练过的好身材来卖水煎包，加上2名女客人买水煎包的表情，让这段影片上传后吸引超过100万人观看。记者实际找到这一位店员，他的本业竟然是在地房仲。2名女客人在路边买水煎包，不过老板穿着背心，壮硕身材藏不住。找完钱后，其中一人转身时做的表情动作，让网友笑说那个嘴角比 AK 还难压。影片在社群上爆红。这里是位在安平的老字号水煎包店，吃到现在了。来这边30年有了吧，这边都不错啦，都很好。水煎包都是自己纯手工制作，把表皮煎到金黄，咬下去皮薄多汁，一颗只要铜板价，是不少在地老饕的选择。只要到礼拜天，老板就会穿上招牌围裙，露出壮硕的2头肌，打工卖水煎包。不过他的本业是房仲，他朋友就问我，他礼拜日这边缺人手，要不要来这里帮忙？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可以过来帮忙，然后就很顺的，就每个礼拜日都过来，所以就礼拜日会在这里见到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兼差卖水煎包意外爆红，自己也吓了一大跳。还有网友找出他的 IG， 上面经常秀出自己的8块腹肌，还有那健美的好身材，甚至出过写真集，吸引不少人追踪。记者收怀谈的报道。很多妇女朋友因为多次自然生产，年纪稍长之后产生漏尿或尿失禁的问题，就有一位81岁妇人，只要打喷嚏或笑大力，就会出现漏尿的情况，造成生活困扰。医师透过尿道水凝胶填充系统注射手术，解决老太太的应力性尿失禁的问题。女性泌尿系统与产道接近，若是多胎自然产，到了一定年纪，时常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形。医师表示，只要是打喷嚏、大笑或者是尿憋不住，有可能就是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问题。应力性尿失禁指的就是比病人就是在咳嗽啦、大笑啦、肚子用力或做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像深蹲啊，然后搬重物的时候，尿会不自主的漏出来。这种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那至于说所谓的这个急迫性的尿失禁，它指的是说，当你有一个尿意感，这个尿意感没有办法压下去，马上就要去解尿，在还没走到厕所，尿就尿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奇美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高汉表示，尿失禁对许多女性而言是尴尬又难以启口。很多女性长期隐忍，不愿就医治疗，使得求诊率偏低，长期下来造成重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交障碍。李医师说明，尿失禁大概分为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2种。目前治疗改善除了可用药物以外，也可借助骨盆底肌肉训练，搭配生活形态调整。对于症状严重者，也有手术可选择。急迫性尿失禁，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像是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来做治疗。那如果传统药物治疗还是没效，那我们的医院的话，我们有一些所谓比较没那么侵入性的治疗方式，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电刺激磁波椅，或者是这种叫做激动椅，可以让这个尿道括约肌变得比较紧实，然后比较不会漏尿。如果在做的这种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效果还是不好，那病人就可以考虑采取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个所谓的阴道雷射手术，或者是做这个所谓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长效型的这种尿道填充物的注射手术。注射填充物之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里面的这个组织呢变得比较紧实，然后和降低病人后续发生这个尿失禁的机会。目前最简单快速且侵入性不大的治疗，就是透过尿道水凝胶填充手术。透过注射填充物紧缩尿道，不但手术时间较短，且恢复也较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国立台南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举办首届毕业成果展，以莫比乌斯环为主题，结合时尚、创意与青春，有94位毕业生担纲模特儿，在伸展台上自信展演设计与制作成果。
不管是森林生命力，或是梦幻的白色婚纱，在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学生们的展演之下，显得青春洋溢。这场是毕业成果展，以莫比乌斯环为主题，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带着梦想起飞。Mobius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型，然后它就是起点跟终点，它是没有起点跟终点的，然后就是象征我们会一直记得青春这段，就会一直影响到我们以后。展演作品风格多元，从设计到完成，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校长给出大大的肯定，因为这是改制招生之后送出去的第一批学生，对迈向未来学习阶段是重要的里程碑。那3年前呢，我们把这个流行服饰科的特色招生呢，分成了服饰科跟整体造型，看到学生在高中3年当中，他对美学素养的一个提升，以及呢他们的创作能量。走上伸展台的这一刻，秀出在学校所学习的成果，扛着第1届整体造型特色班的压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相当不容易，其中还藏有洋葱。班有一个人他是身心障碍，然后他的设计是我身上的茧，对，然后就是我们班想说比较符合可爱的是我，所以就找我来走模特。学生为了这场毕业成果展筹备1年多的时间，过程中的甘苦与成就都呈现在服装搭配与妆容，展现全方位造型实力。记者邵怀谈的报道。为促进兰花产业永续发展，国立成功大学热带植物与微生物科学研究所特别与酒店集团合作，富裕台湾原生兰花，希望打造全台首创融合植物保育与文化传承观光场域展示的产学创新合作。由成功大学热带植物与微生物科学研究所发起，结合富兰朵酒店集团，共同推动台湾原生兰花富裕计划。日前于成大力行校区举行，由成大热植所所长蔡文杰与富兰朵酒店集团董事长江俊霖代表签署。现场见证除了涵盖产学研等单位，更有兰花育种协会与社区发展协会等民间团体出席，显示各界对台湾兰花富裕与文化推广的期望。富兰朵集团它其实是一个酒店集团、饭店集团，那它主要是走饭店集团的客群是主要是比较高端的客群，那他们希望也能够他们来找我们热植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热植所在兰花研究其实还蛮在台湾其实还蛮有特色的，那所以就希望说他们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让台湾南部地区也能够看到遍地的蝴蝶兰，所以他就来找我们协助，那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梦想给实现。事实上，在那边以前早期就是白花蝴蝶兰，从那里再到台东，再到兰屿，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点中间，我们应当要将这个部分中间重新再做呼吁，结合大光社区，然后结合成大在这边的专业，然后我们每个客房跟我们其他点的，同时都能够先从这里面去着入。那也希望说比较扎实的有社区，我们这边有让消费者先去做呼吁。富兰朵酒店集团从最南屏东垦丁到最北新北乌来。未来将以饭店为平台作为兰花展示，另外也与地方社区合作，尤其屏东恒春谷地名廊桥曾经是台湾白花蝴蝶兰原产地，因此将在社区富裕。其实我们的古名叫廊桥，然后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是充满着兰花，我们才知道就是原来。我们是兰花的原生的产地，就在我们社区里面。那布兰朵就提起说，要不要由他们做协助，然后他们再去找帮手，就是成大这些专业人员，然后来帮社区去做这样一个富裕的动作。那主要是谈说把
整个的生态去做复原因为你说只是把兰花种下去，其实没有说很有吸引力或有永续性。那藉由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去重视说，原来以前的环境是很完善的那我们应该要去恢复到以前的环境，那才是对生态最基本的一个尊重。这项结合科研、教育、大学与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涵盖实地富裕行动，更启动以爱为种、绽放希望社区计划。酒店集团并率先捐赠10万元作为兰花富裕基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为推动富裕种下第一颗希望种子。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镜头接着看向新北桃园，为支持中和在地农民，新北市议员日前在中和德穗里发起捐发票送高丽菜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可用发票1张，就可以换取当季最新鲜的高丽菜，期盼把爱心化为实质行动，帮助更多人。捐发票挺农民，捐发票挺农民。下午2点不到，中和区德穗里旁的户外挤满了民众，大家都期待能用1张发票就能拿到新鲜又漂亮的高丽菜。为了支持中和在地农民及彰和国中手球队，新北市议员邱丰尧昨天在中和区德穗里发起了捐发票送高丽菜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可用发票1张，换取当季最新鲜的高丽菜。发放时间还没到，便吸引众多民众排队响应，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不仅让大家吃得健康，也把爱心化为实际行动，帮助更多人。新北市议员邱丰尧表示，举办捐发票送高丽菜的活动，一方面能帮助到农民，另外也能帮助这些即将出国比赛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替台湾争光。今天也谢谢我们里长在借用这个场地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来办这个活动有公益性的活动。最近因为刚好季节变换，那个菜价也比较跌价那我们也特别经过有人特别赞助了1车的高丽菜，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特别用民众捐赠发票来大家结合众人之力一点点小小的发票来帮助农民。另外我们也发挥了爱心因为我知道彰和国中手球队正要拿到全市的第1名，正要出国比赛，到筹募经费要到欧洲、意大利来比赛。不过学生这边也欠缺的比赛的一些经费，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捐发票来做公益的活动，来对领这个高丽菜，二方面也可以帮助农民，这个最实际的一个活动邱丰尧也感谢里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感谢里长提供场地，未来也会举办更多公益活动，希望社会上能更祥和。那也谢谢各单位的支持，让我们发挥一点点爱心，抛砖引玉让我们社会的正面能够越来越正向，然后也来帮助我们的更弱势的一些团体。我们跟里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跟加油，也希望说社会这么大众在这个比较纷乱的状况之下，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祥和。中和区德穗里里长也特别感谢议员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未来将持续配合议员规划更多便民与公益结合的活动。非常谢谢邱议员也让举办这个捐发票送高丽菜这个活动，不但挺到农民而且对我们的市民乡亲也有这个福利再方面的话，也帮助到我们彰和国中这个手球队，能给他们一趟成功的这个出国的比赛这样非常谢谢。透过捐发票送高丽菜的爱心公益活动，德穗里民众心甘情愿地尽自己一份心力，更让爱心散播在中和每个角落，让做公益不只单单是句口号，更在每一次人与人互动中落实下去。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114年为桃园做研究，大专院校学生创新点子及研究实作竞赛起跑。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市政府面对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各项挑战，期盼青年学子以丰富的创意与多元的视角，提出更多具前瞻性与实用性的构想，作为市府的施政参考。希望青年学子共同打造
更美好的桃园。3、2、1，请启动！为桃园做研究征件比赛正式开跑。114年为桃园做研究，大专院校学生创新点子及研究10多竞赛正式开跑，期盼青年学子以丰富的创意跟多元视角，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跟实用性的构想，作为市府施政参考，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桃园。总奖金145万，欢迎青年朋友一起发挥创意。为桃园做研究的征件，我们今天开跑。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学校里面，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青年学子，创意满满。我们基本上就是想透过这个征件，让他们来为桃园做研究，同时我们也为他搭一个舞台，让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能够实务上面应用到桃园整个市政发展很多场景。那么谢谢今天会场来了很多学校的代表，我们期待未来的几个月到10月20号为止，我们征件的期间能够看到很多我们青年学子的创意能够展现出来，为桃园的这个发展一起来打造新的桃园。谢谢。中华民国人工智慧学会秘书长林大宇表示，这次计划结合了创新科技跟在地发展，是一场以城市为教室、以公共议题为教材的社会学习历程，协助学生实践所学，让桃园看见年轻世代的创意，也让学生看见自己的未来。桃园现在其实正面临快速的发展，也带来很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与创新的机会。我们常说，学生在学校呢，学习的是知识与理论，那这些知识理论呢，要透过走进真实的场域，看见真实的问题，也才能够发挥出它的价值。那我觉得这个竞赛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有机会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城市场域，让学生了解实际其实是有很多的限制与需求，然后呢，可以尝试的提出这个解决方案。不管是透过资料分析、AI 模型应用，或是跨域的整合思维，透过这个平台，学生有机会把自己书本的能力转换为场域中的影响力，然后也透过这个竞赛，这不只是一场竞赛，这是一场社会学习的练习。这次竞赛分为创新点子组及研究10多组，提案领域涵盖科技与生活、经济与就业、环保跟永续、警消跟公安、道路跟交通、观光跟文化、教育跟体育、社福与医疗，以及都市规划与发展等9大面向。其中创新点子组最高奖励高达3万元，研究10多组最高奖励金12万，活动总奖金有145万。征件从7月1号到10月20号，欢迎全国大专院校学生踊跃组队参加。记者赖伟一同报道。新北市莺歌区亚太陶艺文创协会在莺歌区公所6楼大礼堂举办百鸟争鸣绘画文创展，从国小生到成人组的创作，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参赛者的巧思与对生活的观察，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观。呼应新北市莺歌区的地标莺歌石，希望借由这场展览让更多人认识莺歌。亚太陶艺文创协会在莺歌区公所举办了一场百鸟争鸣绘画文创展，吸引将近200件作品参赛。乍看都是莺歌鸟，但每一只的模样却大不相同。有的用色大胆，涂鸦童趣十足，也有画风细腻，连羽毛跟眼神都刻画得惟妙惟肖的作品。所以我画中隐喻是说，大家如果有一些有志去推广莺歌变成一个美学之都，那美学就是要大家去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是说，很多艺术界的人不懂陶瓷，然后，如果能够有一些基金会或者说一些企业的赞助，我们把它活动奖金拉高，把活动的宣传做好，然后甚至去开发这些商品。我说我要开发衬衫，要开发伴手礼，这个都是要有厂商来配合。我们毕竟在我们陶瓷领域，可是其他领域必须要有志的这个企业端。或者是基金会或者善心人士，然后因为这种是公益活动，所以我们是期待把莺歌带向一个美学之都，因为有美术馆嘛，有陶博馆。这场文创展览是由刚创立的亚太陶艺文创协会所举办，展出的莺歌鸟更是来自全国民众的亲手创作，不仅充满各地的人文特色，更展现出艺术与莺歌的结合。那观光客其实很多来看一看就走，那我觉得很可惜，必须要买一个纪念衫或纪念品。我们到大学很多那种大学的纪念衫，或者那这个产值，大家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很大的产值。这个你到一个地方都要买一个伴手礼，那你衣服或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亲友
买5、6件就出去了，而且也可以增加认同感。对，然后穿这个莺歌鸟的衬衫到处去宣传，哦，这个是莺歌鸟，然后大家就会希望来，就比较能够是想来莺歌嘛，因为你拿把莺歌推广。对，就是莺歌一个吉祥鸟的概念，对，大家就会喜欢来莺歌。那莺歌也一直在成长，这个当中刚好捷运啊，再加上新北市立美术馆的带动，所以我希望把这边的弱势变成强势。展览地点设在莺歌区公所6楼，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参观。执行长杨乃汉表示，希望民众能来走一趟，感受百鸟争鸣的创作活力，在艺术中找回对生活的美好想象。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坐落于永和区公所附近的时光早午餐，店内舒适的空间和美味的食物，得到许多年轻族群的青睐。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坐落于永和区公所附近的时光早午餐，店内舒适的空间和美味的食物，一直以来都得到许多年轻族群的青睐。有的人点招牌早午餐，里面除了有肉有吐司外，也有生菜和优格，营养均衡，令人食指大动。也有人点招牌的鲑鱼与欧姆蛋。每份餐点都是店家精心准备的，味道当然不用说，吃完更让人心情愉悦。今天路过刚好就想说来吃一下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还蛮大份的，因为它就是有菜有蛋有肉有面包，还有中间那个优格，其实还蛮健康均衡的。汉堡排还蛮嫩的，然后而且很厚实，对，就是吃起来还蛮有饱足感的。下次如果经过还会想再来这边吃，还不错，很健康，这边的环境蛮舒服的，而且其实就是这边的餐点也蛮符合我的胃口啊。我今天点的内容是鲑鱼的内容，然后还有一点法式吐司，然后其实鲑鱼吃起来还蛮新鲜的这样子。开心的吃着自己的餐点，与朋友闲话家常。时光早午餐悠闲又舒适的空间，早已成为永和在地居民的好去处。也正如同门口店家的期许，希望借由美味的食物，让时光带给每个客人一天的养分。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最后看向基隆台北，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到基隆海巡指挥部视察时，喊话立法院能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土韧性1500亿元预算，提升海巡的装备与能力，来抵御对岸的灰色侵扰。另外，卓院长也参访位于正滨渔港的新冰山工作室，肯定基隆市长谢国良对地方创生政策的积极推动。谢国良也强调，市府将持续结合创意政策与民间能量，让正滨渔港成为全国创生的典范。那双眼双孔夜视镜在本队执行夜间勤务时，可以有效大幅提升本队的侦查能力。在海洋事务委员会主委管碧玲、基隆市长谢国良与立法委员王正旭等人陪同下，行政院长卓荣泰特别到基隆海巡署北部分署第2巡防区指挥部视察并听取简报。卓荣泰除了表达对海巡弟兄日夜守护海疆的感谢与敬意，同时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海巡单位必须有精良的装备来面对对岸的侵扰威胁，因此拜托立法院能支持国土韧性1500亿元预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跟神枪手，但是如果没有那些装备，他们不能徒手炼钢，他们一定要有先进的装备。一方面是把我们的能力提升，一方面也要迎合我们对手这些宵小的分子，他们也在逐步的在增加他们的设备。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刚刚所说的我们强化安全韧性的特别条例当中已经列举了，其中1500亿属于国土安全韧性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真的要拜托立法院能够支持，而且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对于产业的支持，你要跟我们论斤论两、讨价还价都可以来讲，我们还是据理争取的。但是这1500亿，关于国家安全韧性是不应该讨价还价，不应该东打西打折扣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而且是跨年度的规划，而且是整个横向联系性的规划。一个地方不足，都会让我们整个防线产生不可预知的危险。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这个在国会的沟通过程当中，这个1500亿的国土安全将来的特别预算能够
如数的来完成。海洋事务委员会主委管碧玲进一步说明，海巡第二波大转型的3大计划，包括强化岸海侦测及征收能力与增加舰艇数量等。海巡署将会从空中、水面到水下导入无人载具，从无人机、无人船跟水下的无人滑翔翼，我们会建立有效的地停海域情资的掌握，并且能够及早、更及时的掌握应变的时间。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当场感谢中央的支持，让基隆山托尔风灾灾后复原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当然，主院长来视察后，相关的一些协助跟补助，我们基隆市政府后来都有到位，而且都非常的迅速，而且很务实的协助了我们的很多灾情。我们那时候灾情都有好几个，后来陆续都得行政院的协助，能够顺利完成。不然那个时候我只靠市府的机会真的没办法，所以特别院长又回来了，特别趁这个机会跟您谢谢一下，去年在山头的台风行政院对基隆给的各项协助。随后，谢国良陪同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正滨渔港参访新滨山共创工作室，由负责人林书豪亲自导览，分享多年深耕在地的创生成果与未来展望。谢国良特别感谢新滨山常年投入正滨渔港活化，以创意行动改变社区样貌。他也强调，市府团队将积极强化观光基础设施，未来结合交通、文化与青创能量，打造正滨渔港成为基隆观光与创生的重要亮点。我们基隆市第一个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即将在这个暑假要开始行走。那跟这个台北市的双层的观光巴士有类似。将来会行经东岸，那这个正滨这边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跟这个日本的合作，包括台场、包括横滨以及包括新加坡都有的这个水陆两用观光巴士，我们也规划正滨是当作上下海的一个起点，在明年的下半年也希望能够顺利的开航。那我们的彩色屋是我们前市府跟地方创生合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不过在周遭我们希望能够融入更多地方以及文化创作工作者更好的一个意见，能够把这个范围延伸到对面的那一排的一个房屋以及周边有意愿的住户市民朋友们继续延展这个周边的这个意向，我们也都在各项的推动当中。卓荣泰表示，地方创生能够成功，不只在于中央资源，更仰赖在地方政府与团队的参与。他特别肯定谢国良市长对地方创生政策的积极推动，也希望国发会能够加速资源整合，让更多青年的创意在地方发光。我们历届国发会来引入许多协助之外，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支持。如果地方首长跟地方创生的团队各位成员伙伴们非常的热络熟悉，我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创生在该地是一个相当值得继续发展的地方。所以我刚才也听到市长如数家珍的报告了这个他的心得，可见基隆不是一个大的地方，但小、独特、有特性，是我们希望可以赋予它的一个使命。对此，国发会主委刘进清表示，国发会已经启动168创生新计划，预计整合11个部会资源，投入60亿元加码补助，正滨就是其中一站。基隆未来也将纳入首都圈黄金廊带重点推动区，串联港区再造与城市空间整合。谢国良最后强调，市府将持续结合创意、政策与民间力量，在正滨渔港，目标是让正滨渔港成为全国创生典范，进而延伸出更具美学的港湾城市。记者张启腾基隆采访报道。中正运动中心重新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与市民一同见证这座运动地标的崭新风貌。蒋万安强调，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是市府团队的重要目标，期许未来将规律运动人口提升至40%，运动场馆使用人次提升25%，让运动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中正运动中心6月13号开放免费试营运以来，展现多项升级亮点，如蒸汽式烤箱淋浴间全面翻新，打造性别友善空间，游泳池提升安全性并减少氯味，提升馆内灯光照明，加装空气品质检测器，营造明亮健康的运动空间。如今正式营运。我想最近几天我看到，从6月份日前，大概上礼拜我们试营运开始，短短的几天，不管在脸书、Instagram、Thread 上面，很多人分享改造后中正运动中心的开箱文。很多人说，哇，游泳池没有这个氯气的味道；有人说，哇，羽球场非常的明亮漂亮；有人说，哦，这个我们健身房器材齐全，而且很新，同时课程又专业丰富，所以种种这些，我想都让市民朋友非常的惊艳，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大力的付出、努力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有几个亮点，影片中也有呈现，包括我们的烤箱淋浴间也全面翻新。另外，我们也特别规划亲子淋浴间，不只是亲子友善、性别友善。另一方面，我们这次温水游泳池也有 AI 防溺的设施，我们希望导入新的科技，确保所有使用者的安全。那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我们引进了双北第一次的器械式皮拉提斯，所以种种我们透过新的思维，把中正运动中心打造全龄友善，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前来使用的运动场馆。当然，不只是中正运动中心，其实现在的南港运动中心也正在修馆，也在做全新的改造。预计在8月份我们就会试营运，9月也会正式的来启用，让所有的好朋友前来享受运动场馆。其实台北市我们的12座运动中心累积下来，一年都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使用，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表示我们的市民朋友喜欢运动，也很热爱我们的运动中心。当然，现在的运动中心也是很早期，当时规划最早的中山运动中心也都有近20年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们已经规划要打造所谓的第2运动中心，我们叫做特色运动馆，特色运动9座，所以包括即将最快完成的新生馆，我们是除了一般基本的设施篮球场、游泳池等等，当然也特别规划身心障碍朋友的友善环境。另外还有课强馆，我们也纳入了儿童体适能中心等等9处的特色运动馆。我们希望全新特色以及符合现代化的运动场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使用享受。我们希望让台北市规律运动的人口达到40%，目前已经是全国6都之冠，但我们认为应该要鼓励运动，特别现在很多的长辈开始有这样的意识，知道要多运动，肌耐力的增加，能够长命百岁所以我们很希望长辈也一起来运动。那我们公司编列了1亿2000万，去重新打造全新的运动中心，总共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项，这个是我毕生以来经历过最难的一个工程，因为全部都要打掉重练，穿着衣服改衣服，中间的辛酸跟辛苦，其实很感谢台北市政府还有体育局的协助。对，那我们后面有8张投影片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本馆改造的重点。好，这个是我们的游泳池，刚市长也有补充，我们除了 AI 的防溺系统之外，我们把所有的天花板都拆掉，让整个空间感更好，然后把空调系统、换气系统全部更新，加码了好几千万，就希望打造一个最好的游泳池。再来是我们的器械皮拉提斯，刚市长也有提到，这个是全台湾最新最夯的运动，我们就把它引进来台北市。这个是市民报名的时候是秒杀，1分钟就已经秒杀了。
对不对？跟市长报告。那这个健身房非常有特色，这个是全台湾运动中心最大的健身中心，总共有242坪。那未来可以服务更多喜欢健身的市民。这是我们的团体教室，我们的团体教室的地板、镜面、把杆、天地壁，还有节能灯光全部更新。然后除此之外啊，刚刚市长也有提到 FB、IG 等等，市民都在许愿，哪里不好我们就改，所以后面又追加了1000多万，把空调加倍投资做得更完整。我们会打造一个最好的运动环境来服务市民。接下来是我们的射击场，那射击场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是我们中正运动中心的2大特色。第一个是我们的廖理事长又来，对不对？那个射击协会的廖理事长，我们特别编列了600万的预算，买了奥运等级的电子靶，一方面培训国家的竞技选手，二方面让市民可以来体验射击的乐趣，这是本馆的一大特色。再来是我们的射箭场，我们把原始的靶换成电动轨道靶，让市民来做射箭体验的时候有更便利、更好的运动体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现场体验飞轮发电储能脚踏车。他强调，市府致力于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台北市的运动中心每年吸引超过1000万人次进出，规律运动人口比例高居6都之冠。期许未来将规律运动人口提升至40%，运动场馆使用人次提升25%，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前来运动，顾健康。记者翁君台北报道。基隆市中华国小毕业生们在16号举行了一场独特而难忘的毕业仪式。活动结合了潜水体验，让学生们在3到5公尺深的海底取回海底毕业证书，展开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与交流之旅。小朋友潜入海中，这可不是一般水中寻宝，而是中华国小传统的毕业仪式。小朋友在家长陪同和见证下，来到万木山海星泳池，完成国小毕业典礼最重要挑战。潜水的时候，练的时候不会怕，但是下来的时候就有点怕。但是谢谢老师，就是在旁边这样子，会觉得很酷。怎么说？就是别的学校可能就没有这种活动，那我们学校就会有这种活动。就是这种活动在我们小时候可能很难有这样的活动在。那当然，如果可以让他在这边毕业的时候拿到这一个毕业证书，在海里拿的话，其实是他一个蛮美好的回忆。全程都有教练在旁指导戒护，让学生安全又安心。有经过这些的基本的训练，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基本上在所谓的这一个潜水里面，基本的一些动作都还有，所以在我们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拿到在海里面去拿到我们的毕业证书。中华国小临近外木山，其实这边其实是我们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海岸，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潜水体验的一个课程，其实我们的老师也都具备了潜水的证照。然后这一片海域其实它涨潮之后大概也是3到5公尺，所以也符合目前潜水体验的一个就是法规。我们这次其实也特别就是邀请我们美国姐妹校的执行长一家人，对，我们其实在前2年都到学校去进行参访，然后这次也实际上邀请他们来认识我们的台湾，认识我们的外木山。中华国小毕业前，带领学生走向大海，学习海洋保育。特别的潜水毕业活动，也让学生留下难忘回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